主后2022年10月初1，每日圣诞讲读经，咱拢会亲像伊。圣经约翰一书第3章1节到12节，咱做伙来听读。恁想看咧，爸偌尔疼咱，互咱通称做伊的囝儿。事实嘛是安尼，世间人毋捌咱，因为因毋捌上帝。亲爱的朋友，现在咱是上帝的囝儿，将来会安怎还未明显。毋过咱知，基督显现的时，咱会亲像伊，因为咱会看见伊的真相。基督是纯洁。所以，对基督有即款愿望的人，会家己保守纯洁。人犯罪是违背上帝的律法，因为罪是违背上帝的律法。恁知基督显现是要除去人的罪，毋过伊本身无罪。甲基督保持密切关系的人，袂继续犯罪。继续犯罪的人，毋捌看见基督，嘛毋捌伊。少年朋友，毋通受迷惑。基督是义人，所以实行公义的才是义人。继续犯罪的人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对起头就犯罪。上帝的囝显现的目的是要破坏魔鬼的作为。对上帝生的袂继续犯罪，因为上帝的活命伫因内面，因袂继续犯罪，因为因是对上帝生的。对安尼，什么人是上帝的囝儿，也是魔鬼的囝儿，真清楚。无实行公义，无疼兄弟姊妹，毋是上帝的囝儿。咱着三听。这是恁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。咱毋通亲像该隐，伊属邪恶者，有杀死家己的小弟。伊哪会杀死小弟？因为伊的行为邪恶，毋过小弟的行为正直。兄弟姊妹，世间人若怨恨恁，恁毋免奇怪。以上。咱拢会亲像伊。几年前，有一位牧师鼓吹信徒参加投资说明会，做伊的下线，卷入金融集团吸金案，最后受法院依据银行法以非法经营银行业务罪起诉，遭判处2年6个月徒刑。毋干那是即个新闻，拄着咱也会听讲有基督徒涉入犯罪的消息，袂禁得，互人疑惑。既然已经信耶稣，是安怎还会做出即款代志？另外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，信耶稣的人减拢袂过犯错啦。对安尼，约翰一书的作者讲，甲基督保持密切关系的人，袂继续犯罪。继续犯罪的人，毋捌看见基督，嘛毋捌伊。这指出上帝儿女和魔鬼的儿女的区别，就是上帝的儿女拢袂继续犯罪。若照安尼看，迄信耶稣了后，还犯罪的人，拢无算是上帝的儿女是无？是毋是人信耶稣了后，只要是还有一丝仔毋好的念头，拢会受归类是魔鬼的儿女是无？总是这和咱的经验并无符合，而且咱拢真清楚，虽然信耶稣会当改变性命，毋过咱还常常伫善恶中挣扎，互罪恶的念头苦楚，
安尼，咱还算是上帝儿女是无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作者就是爱人正视即种内心的挣扎。作者并无认为基督徒袂搁再有犯罪可能性，若无，这就甲伊进前讲的，咱若讲咱无罪是骗家己有冲突。作者会讲，上帝儿女拢袂继续犯罪，是要回应当当时一群人的谬论。因认为信主后无论做甚物，拢袂得罪上帝，佮用逐种理论来消除罪恶感。作者要区别基督徒甲即群人是无共的，明讲遐个继续犯罪人根本无算做是上帝的儿女。当人认知家己是上帝儿女，毋仅会当消除罪恶感，搁较会当改变性命，就会当哪来哪亲像基督。这说明，诚做基督徒要会当持续改变性命的关键，在伫学习接纳家己是上帝儿女的身份。拄亲像希腊家齐克果所讲的，上帝恩典往往是伫咱遭受极大的痛苦甲不安的时阵临到咱。迄时阵，一道光射入咱心内的黑暗，就亲像有一个声对咱讲：你已经受接纳，毋通追找任何事情，毋通努力任何代志，毋通愿意任何代志，只要独独接受你已经受接纳这件代志。诚做基督徒，并无表示袂搁再受罪恶苦楚，还会当面对老我的诱惑，吸引人倒转去过去的错误。今仔日的经文提醒咱，毋是靠咱的努力去赢过罪，是因为知影咱是上帝儿女，就无搁再继续犯罪，互咱会当挣扎罪恶感，无搁再因为受诱惑责备家己，反倒努力保持纯洁，互家己的性命不断改变，通哪来哪成基督。默想，我安怎面对家己的罪恶感？安怎对罪恶的挣扎中行出来？我安怎面对家己的罪恶感？安怎对罪恶的挣扎中行出来？咱来祈祷。主啊，我知影你疼我，求你互我深深感受你的疼和接纳，互我因为这份疼来改变，搁通哪来哪像你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